歡迎嚟到星際種子能量療癒頻道，呢度係屬於星際寶貝嘅靈魂角落，讓你放鬆心靈，連結宇宙。想探索更深層嘅靈性旅程，記得加入我哋嘅星際家族，連結喺下面描述欄，等你一齊展開更深層嘅靈魂對話。即刻訂閱頻道，一齊進入更高頻率嘅自己。歡迎返嚟獵戶座能量啟動系列，今日係我哋5月系列嘅最後一集。經過前面4集嘅深度清理同啟動，你嘅靈魂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個全新嘅開始。今日我哋會將之前所有嘅能量工作統合埋一齊，令你嘅星際脈輪進入一個嶄新嘅頻率循環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參與，都唔緊要，因為每一個當下都係完美嘅開始時刻。首先，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低或者瞓低，確保接下嚟嘅時間唔會被打擾。輕輕合埋眼，開始將注意力帶返嚟自己身上，深深吸一口氣，然後慢慢呼出嚟。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感受你嘅身體慢慢放鬆落嚟，由頭頂開始，放鬆你嘅面部肌肉，然後放鬆頸部同埋膊頭，令緊張感完全流走。而家想象你正處於一個安靜嘅夜空下面，你見到天上面嗰個熟悉嘅獵戶座星座，閃閃發光咁掛喺夜空中。呢個星座對你嚟講已經唔再陌生。經過呢個月嘅旅程，你同獵戶座嘅連結已經變得好深厚。感受一道溫暖嘅星光，由獵戶座慢慢降落嚟到你身邊。呢道光唔只係光，佢帶住一種好特別嘅頻率，一種你靈魂深處記得嘅頻率。呢道星光溫柔咁包圍住你，你可以感受下佢嘅溫暖同愛。而家深深感受下呢個月以嚟你嘅轉化。你仲記唔記得1個月前嘅自己？嗰陣時你可能仲喺度揾緊方向，仲對自己嘅直覺唔夠肯定。而家嘅你，已經同宇宙建立咗一種更深層嘅連結，你嘅靈魂開始記得返本來嘅自己，而你嘅能量同頻率，亦都慢慢提升緊。無論你喺呢個旅程入面體驗到咩，都係完美嘅。每一個感受，每一個畫面，每一個直覺，都係你靈魂覺醒嘅證明。
而家，我哋要將所有嘅能量整合埋一齊。感受你嘅海底輪，呢度承載住你同地球嘅連結，同時亦都承載住你星際根源嘅記憶。佢發出一道穩定嘅紅色光芒，同獵戶座嘅能量和諧共振。跟住到臍輪，呢度承載住你嘅創造力同生命力，見到佢發出橙色嘅光，帶住新生嘅喜悅。下一個係太陽神經叢，呢度承載住你嘅個人力量同意志，佢發出金黃色嘅光，充滿住自信同勇氣。然後嚟到心輪，呢度係愛嘅中心，連結住所有嘅存在，佢發出翠綠色同粉紅色嘅光，同宇宙嘅大愛融為一體。而家嚟到喉輪，呢個位置承載住你真誠而自由嘅表達，天藍色嘅光喺度慢慢亮起，靜靜咁提醒你，你有資格用靈魂講出真相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眉心輪，呢個中心代表住你嘅直覺、洞察同靈性視野，想像一道靛藍色嘅光喺度閃耀，幫你穿越迷霧，清晰咁見到宇宙嘅真相。最後我哋嚟到頂輪，呢個位置連結住你同神聖意識之間嘅橋梁，紫色同白色嘅光溫柔地綻放，幫助你完全敞開心靈，接收宇宙源源不絕嘅智慧。而家你可以感受到，所有脈輪都靜靜咁喺度共振，互相呼應。想像有一道螺旋形嘅光，由你頂輪慢慢落嚟，一圈一圈咁穿過每一個脈輪，一直落到海底輪。跟住呢道螺旋形嘅光由海底輪開始回升，一圈圈咁轉上去，返到頂輪再連接返神聖源頭。呢個就係屬於你嘅新頻率，一種天地能量互通、和諧流動嘅循環。
感受下呢股流動帶嚟嘅平衡同寧靜，你整個能量場都喺度慢慢升頻，走入一個更純淨、更穩定嘅狀態。而家獵戶座嘅星光越照越亮，開始為你下載一個全新嘅靈魂程式。請你喺心入面或者細聲跟住我講以下嘅宣言同肯定句：我係一個嚟自星際嘅存在。同時都係地球嘅孩子。我嘅靈魂記得自己嚟自邊度，亦都願意擁抱而家喺地球嘅使命。我嘅脈輪系統已經升頻。準備好迎接每一個新嘅挑戰同禮物。我信任自己嘅直覺，願意跟住內心嘅指引行落去。我係愛嘅化身。亦都係光嘅傳遞者，俾呢啲新嘅信念，靜靜咁種入你潛意識嘅最深處，陪你走過每一個轉變。而家將雙手放喺心口上面，感受你嘅心跳。呢個心跳唔只係你身體嘅節拍，佢亦都係宇宙節拍嘅一部分。而家我哋用3次深呼吸嚟封印今日嘅能量。第一次深呼吸，吸入感恩。呼出祝福。第二次深呼吸，吸入愛。呼出光。第三次深呼吸，吸入智慧。呼出和平。而家慢慢將意識帶返嚟當下，感受你嘅身體，感受你坐或者瞓嘅地方。試下喐下手指同腳趾，
令身體甦醒過嚟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擘大眼。恭喜你完成咗呢個獵戶座能量啟動嘅5集系列，你已經唔再係開始呢個旅程嗰陣嘅你，你嘅靈魂已經覺醒，你嘅脈輪已經升頻，亦已經準備好迎接人生嘅新篇章。記住呢個只係開始，你嘅星際旅程會繼續落去，而宇宙會一直支持住你。相信自己，跟隨你嘅內在指引，令你嘅光照亮呢個世界。如果你想進一步使用靈氣能量工具輔助冥想及日常自我療癒，可以掃一掃熒幕左下面嘅 QR Code 聯絡我哋。感恩你同我一齊完成呢個美妙嘅旅程，願光與愛與你同在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